政府咧就最近提出每名病人嘅門診同埋個住院嘅費用咧就設有封頂嘅上限。咁每年咧個診金咧同埋個藥費咧就得10000蚊啫。咁大家覺得呢10000蚊夠唔夠用，同埋可以用喺邊呢？好啦，根據之前公立醫院嘅新收費嘅例子咧，其實如果跌斷骨嘅話咧，入院咧咁就屬於係次緊急同埋留院咗1晚咧。個費用大家知唔知幾多啊？嗰度都要700蚊喎。咁出院咗之後咧，咁你當然要覆診啦。去一個普通科嘅門診咧，個費用就150蚊，仲未計藥費喎。咁如果要需要做物理治療嘅話咧，每次係大概700至1200蚊不等。咁所以計埋，保守估計一個意外導致嘅骨折咧，出院之後嘅護理咧，每年嘅使費大概都要14至20萬。咁但係政府醫院咧喺門診同埋住院嘅收費咧又話要封頂啦，跟住個診金同埋藥物得10000蚊。咁如果嗰個人係有長期病患或者有慢性病，咁佢哋嘅藥物同埋嗰個儀器啦，相對嚟講咧都會昂貴啲嘅。咁例如好似心臟支架啦，同埋一啲起搏器，咁都要自費喎。咁一般中產人士又能唔能夠負擔呢？咁因為每個病人佢哋嗰個經濟嘅負擔都不一樣，需求更加唔一樣。咁你覺得政府呢10000蚊幫唔幫到你呢？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日後可以點樣解決呢個醫療開支嘅話，隨時揾我，快啲聯絡我啦。